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大家好，我是黄平晴。咱讲到便所，方便之所，人生不可避免啦。但是逐工就爱处理。大众呢，确实无一定爱讲到这个话题啦。大部分拢讲成讲，我要来洗手间，就变到安尼。但是台北市长的选举当中，讲到了免治马桶，变成了话题。所以今仔日咱不说政治性。咱就来讲，专业就文化文明以及都市公共卫生管理各个层面来讨论。那么是不是有了免治了后，就唔免治理啊嘛？后手应该做什么代志，或者是干脆跳过免治，向更加文明的做法来前进？哎，咱今日来看卖。咱来介绍今仔日现场来参与的这个来宾，头一位咱来介绍是咱台湾师范大学台语文学的副教授曾嘉颖曾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第二位咱来介绍的是黄添成，伊就是中华民国全国建筑师工会的这个干事黄建筑师。大家好，我是黄建筑师。那么第三位呢，就是咱结方集团，也就是清洁公司的集团的董事长黄昭赞。大家好，我是杰志芳事业黄昭赞，谢谢。那么第四位在线顶的是咱这个王武力建筑事务所的负责人王建筑师。大家好，我是王建筑师。好，咱来今仔日来讲到这个话题呢，其实哦，对这个话题看起来敢若真政治性，咱来看卖吼。陈市长伊首先呢提出了这个话题，免治马桶，哎，想讲感觉是一个政治的政见，讲到，你的诉求我在乎啊，吼，啊做了市长了有三宝就是免治马桶，啊甲全面性的消毒酒精，吼，啊甲坐电纸，吼，这三位，吼，讲到我要来淘汰7200个马桶，全面性淘汰变做免治马桶，但是另外一方面，人话讲啊，讲黄宣传伊也讲要来提升品质，比起去设计一个华而不实的设备来得有用啦。所以伊讲经过评估啦，安怎管理维护要来注意。所以咱今日邀请的来宾也有咧做管理维护的，才来就这个观点来看。第三个这周马兰伊就讲，我来解决市民上在乎的代志，讲5大痛点啦。讲现场的卫生啦，尿珠啦、台啦，反偷拍啦、反偷窥啦，还有无障碍环境。所以咱今日邀请到建筑师来讲下这个无障碍环境到底是安怎来做，较条文比免治马桶较好吗？无了免治马桶个安怎？咱今日先来看这则新闻。台北市长的选战拍个真热烈，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推出台北市公共便所免治马桶的政见，宣传影片有一部对隔壁便所探头画面引发争议。陈时中竞选团队随甲这支影片收回来，收整帖后精神重团，不过伊还遭到对手蒋万安甲黄珊珊的攻击。反偷窥、反性骚，其实这已经是普遍的基本观念。那其实昨天争议影片一出来，舆论挞伐，但是我看到陈时中还是不愿意道歉。原来的利益应该是良善，想要开个玩笑，但是性骚扰跟窥视这件事情，真的不是可以用儿戏来带过的。黄珊珊批评这个影片若无尊重别人的私密，也甲歹囡仔。另外提升品质，比起做华丽不实的设备较有路用。蒋万安是表示讲，希望说提升公共便所的清洁卫生，毋是经由严体检治，也有相关的管理来维护整体品质。对着影片被质疑有便所偷看意思，但是中也说明甲核实的。那我们并没有任何要有骚扰任何的意识在，有这种感觉，我们表达歉意。台北是一个进步的城市，我们努力让它做性别友善。对着对手讲提升公共便所品质更加重要，但是中讲既然马桶拢升级啊，涂骹遮各方面的清洁拢会提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上便所呢，上便所的尊严呢，在台湾是大事还小事呢？讲起来呢，敢若是小事，逐工每工都有哈，虽小道啦，也必有可观之啊。在线顶咱就先请教这个王老师哈，王老师今年70外参加这个卫浴协会真侪年，
啊，讲到这吼，咱这个变数到底这个免治马桶在这个变数内面的设置，是不是真重要的代志呢？咱来请这个王老师。这20几年前，我去日本带迄个太子饭店，因都有设免治马桶。啊，即马就是讲，咱若透早去变数了，切无清气，你着爱夹到下暗转来了后先，身躯才有洗。但是你透早上变数了后，你身躯有一个味，过来就是讲，你的白裤内底有迄个黄热，即种不舒服的迄个习惯。啊，伊日本因很早就做了的时阵，所以因日本人到看到美国、看到别个国家拢总无即款设备吼，所以因就无真欢喜去外国家，因拢伫日本本土。啊，但是因为咱有足侪人去日本转来了的时阵，嘛有引进即个免治马桶转来，所以因日本有发现着讲，咱观光局有比较即个迄个穆斯林吼，因有迄个净下器，啊，因日本就是甲即个净下器含迄个下身盆，甲合作为一种的迄个马桶的即个清洁的重点。啊，咱台湾引进了的时阵，有引进有足侪日本人客就来咱台湾旅游。哦，即个问题就是，咱即马讲来是，就是讲清洁问题。当时伊有用酒精甲做电子吼来做，所以会造成真清气的即个好处。因为老师他都要讲到讲这个唔那是小事哦，啊，讲到这个国际观光啦，日本人因为咱台湾的观光局有咧提倡讲，啊，大家咧换免治马桶所以真侪日本人较愿意来台湾。这部分呢，我来请教呢曾教授曾教授也长期性来关注到这个马桶的代志变数的代志，这文化性，日本人是安怎会特别对这种代志会特别注重？因是安怎一个文化性的这个观察？我感觉一个国家的这个变数文化，其实就是这个国家的民族性，伊的体现。所以讲来看到每一个国家就是伊对这个变数安怎看待，就是看到这个国家伊的这个公民社会是不是应该有够文明啊？啊，咱看到就是讲，咱的执政者伊应该要行伫咱公民社会的头前 ，for a better society 所以讲，即马咱提出这个政策，尤其是伫咧选举的时阵，其实真好，咱会当来辩论这个部分。大家通来讨论。对，啊，伫咧日本这是一个真新鲜的代志就是讲日本有一个文化叫做食便所饭。食便所饭。嘿，这就是伫咧日本内底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叫 keyword 的这种讲法关键字啊，为什么安尼讲就是因为日本人因为这个社交的这个咱讲压力。所以中昼的时间，因若是家己一个人伫咧餐厅的一个所在食饭，别人来讲，你这人就嘿，你这人足高僻，嘿，所以讲伊甘愿美伫咧便所内底食饭尤其是少年的这个咱讲 OL 安尼啊，这个现象有两个方面来看会到。第一个就是讲有影就是因的这个群体压力，还是讲群体注意真大。第二个部分就是咱看会到日本的便所有影清气，清气啊！他们内面食饭啊！有影你伫咧这便所内底，你会看到这个牌啊，顶头写讲唔通倒来遮食饭，还是讲唔通倒来遮困？其实嘛有人伫咧内底困啊，这就是咱看到这个日本的文化。啊，同款我伫咧这个日本的这个大学演讲的时阵我互大家看一个相片这是我伫咧福岡的大学咧演讲嘿，啊下晡差不多2点外，迄个时阵毋是摒扫的阿姨摒扫的时间，但你看到因的便所，这是大学内底的便所啊，遮尔清气，你伫咧涂骹倒其实嘛是 OK 所以你来看到讲，那遮尔清气的这个便所文化，啊，你来看内底内底是啥物款你看这张这嘛是我翕的你看这内底是安尼
这是用苦的哦。嘿，对，日本的嘛是有苦的这种变数，所以讲咱会当无共款的这个制度会当咱同时进行，因为讲咱本地买糖有伊的需要性，但是若是拄着要停电的时阵，咱可能就要用这个买糖，吼，咱旧型的，嘿，这第三张。第三张的这个相片吼，这是阮系主任吼，柯慧茹教授伫咧美国翕的吼。伊嘛是因为阮常常咧讨论这个问题，特别是大学内底这个变数文化，是讲咱的公共的这个变数吼。你有看到这个美国的设计，伊门吼若是无人的时阵，伊家己会拍开。这内底有足侪咱的考虑，小等咱的这个专家可能会补充搁较侪搁较有路的部分。你会当看得到，就是讲伊有足侪安全性。即个考虑，你门拍开，你就知影讲内底无人。啊，第二安尼嘛会当讲较清气，迄路会流通，空气会流通。啊，第三伊嘛会做较确实，就是讲无人。有当时咱等足久，结果查某囡仔拢有即种经验，你想讲迄间内底有人，结果查某囡仔等足久的，啊外口伊即个 U 盘等足久的，想讲那等10分钟，咱拢还袂出来，其实是内底无人，但是伊唔知影。所以讲，我感觉讲咱的设计嘛是会当加强。所以讲啊，这个变数吼，唔单是民族性，而且还有现代科技吼。所以我先请教吼，这个建筑师是在建筑师的眼内，免治马桶是唔是变数内面的唯一的主角呢？还是有讲其他的物件有所来注重的？这个免治马桶吼，其实对咱的生活是真重要啦吼。因为咱以前是无这个免治马桶的时阵，咱拢爱用便所纸，吼。啊，若有免治马桶了后，咱的便所纸会用减少，吼。啊，对咱的迄个清洁是一个迄个省事吼，啊，嘛是一个迄个环保的一个措施，嘿吼。啊，而且呢，对咱迄个身体有痔疮的长者是啥吼，嘛是真方便，是吼。啊，对清洁人员吼，因为你便所纸用少了后，伊的清洁伊的净化较省事吼，所以讲，这个我感觉是真好的一个措施啦吼。啊，当然一个便所不只是不只是那是马桶尔啦吼，其他的佫有其他的一寡迄落设施啦吼，啊，包括咱的安全啦吼。咱的扶手有安全无吼？啊，咱的地砖有防滑无吼？啊，有迄个求救的警铃无吼？所以讲这是一个全套的物件啦吼。啊，迄个免治马桶是其中一项啊，但是对这项开始，咱来重视这个公共的卫生是真好的议题啦。是，对。这个小等吼，我会邀请线顶的这个王老师来甲咱讲吼。讲到日本人是安那开始发明着这个免治马桶，咱请这个王老师来准备一下。所以咱来请教董事长，以董事长你吼第一线咧清洁的这个看法来看吼，咱台湾人即卖这个变数上欠缺的，或者是讲第一线的清洁人员上讨厌的发生什么代志？我首先要感谢吼，咱这个。公共议题，尤其是这个厕所的代志，会当上新闻吼。这是我40年来我唯一足感动的代志，因为我由我第一线的清洁工吼，对台湾这个厕所拍拼，从101的厕所到国家戏剧院，到高铁到捷运，我无一不宜啦。就是讲这厕所我拢设计啊，我拢有那个3000个员工伫迄各公共场所去做这个清洁跟厕所保养。啊，你即摆若是讲这个代志，我本身都是我虽然现在已经不在第一场做，但是呢，这东西我爱卡手。因拢上讨厌什么代志？我跟你讲，第一就是讲这厕所无清气嘛，就是讲你放无准嘛，讲来听。第二就是吹涂骹去水嘛，因为滴水，咱你洗手会使开涂骹。第三就是迄内面的味道嘛，味道这不管是上厕所的人，还是去洗厕所的人。上第担心的，上第关心的这个，你即摆若有去看吼，咱的迄个捷运的厕所吼，迄个公共厕所，为什么迄个厕所迄个洗衣台下面会对要装一支电风扇去吹？这即摆咱有建筑师就伫遮咧吼，会当去考虑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你水若滴喺涂骹，规个整个厕所都落垃圾。第三就是讲你厕所下咧地板袂使
铺的材料要注意。阮第一场是伫做这是在小等来请建筑师。咱国家戏剧院哦，伊的迄厕所的地板是袂使水水的。为什么不可以？对，伊袂使泡水，你变哪清洁？所以讲，这地板要装什么地板，那相当重要。这是清洁人员的立场。一个清洁人员，他希望你什么样的材质，他才好清洁。即摆你讲，这个免底煤炭台，当然会增加因的工作，但是同时，像咱建筑师讲的，会省掉足侪工课。所以，咱若要做这代志，我是乐观其成，这个文化要提升。但是，不同的用具用在不同的文化，或是甚至地方，造成结果不一样。你若放喺菜市场用这个，唔知有适合无适合。你若放喺国家戏剧院音乐厅，我感觉是再适合不过。场所啊，所在那是一个选择。所以那你当这文化是养成，为什么日本人做的这么好，美国人会反对？因为文化中日本人足遵守迄纪律跟迄个个人的卫生。你看这摆防疫就是安尼啊，外国人他注重自己的自由啊，什么你都这个政策好的政策并且无法度执行。董事长，你先到这你小等互你讲啊，这个气味的代志我请线顶王老师嘛是建筑师王老师长期性来参与着这个便所文化这个改进咱请王老师先来讲咱这个便所内面这个气味要安怎改善？伊过去恁协会当中做了什么议题？这个倡议讲应该安怎来改进？来有请。我是爱感谢迄个台湾卫浴协会理事长创办人吴明修建筑师伊有甲解说讲，咱的小便器爱抬高，会使用食盐酸来切。抬高的时阵，你的尿道袂去喷对你的裤甲外口去，所以抬高的时阵，佮加一个扶手，就是要老人甲牙乖的人去靠挂去，所以伊来10公分的跨度的扶手。另外的是要囡仔用的，甲含迄个轮椅的人去倒尿袋的尿用，所以伊下面拢有抬高，所以你就较会用吸尘器。吸尘器是用迄个食盐酸来吸，所以这个吸的迄个清气了后，就是无迄个查甫的迄个尿味啦。泥厕是无可能较臭，大部分拢是咱查甫的尿喷出来了后，才造成迄个臭味的。是，这个臭味这个臭味，你甲咱讲咱刚才讲这个免治马桶他早我有请这个老师准备甲咱讲，是安怎日本人会去发明这种？我看起来当初是咱，譬如讲我10几年前厝里开始有免治马桶，感觉说，敢有需要安呢？日本人是安怎来发明这种遮特殊、这么多事啊？遮特殊的这种物件？即有2种讲法啦，一种就是讲迄个美军因受伤了，因无法度家己切落清气啦，所以有人就发明迄个喷水的免治啦。还佫一个讲法就是讲，日本的迄个大肠癌的医生咧，国家开因的大肠癌的病院啦，但是伊去3个月拢无还价，因就真怀疑讲因这个回教徒是安那拢无食肉，拢无迄个痔疮内外痔甲大肠癌这问题。因发现着讲穆斯林因每工爱朝拜，所以因拢切甲足清气的。过来就是讲因有迄个斋戒夜去把迄个肠仔的宿便排泄掉。这个是吴明修老师讲的。转来了后，因就想讲，若安尼，咱就爱鼓励日本人做迄个清洁的这个习惯。伊就佫考虑到迄个欧洲的迄个查某人咧用的下身粉，伊甲遮的物件拢甲集合做一体，所以伊这个喷水的物件喷水的物件是你用了的时阵才去试，但是咱台湾有足侪人是一面用一面试，所以伊个喷水头喷出来了，伊还佫咧放，所以就这个问题就是产生伊的垃圾，这是咱的习惯无好。谢谢。
哦，所以这个免治马桶还佫真侪美感吼。他多吼，王老师有讲到讲，这个文化性吼，尤其讲到这个穆斯林吼啊，这个回教徒，因在使用，因为一日吼神像补分宵爱拜5摆，吼啊做5公吼啊小公大公啊，所有空厝的所在，我相信这个董事长也知。这部分咱请老师来甲咱讲者，世界各国当中吼，对这个变数这个文化看待注重又佫是安怎？有影吼，咱拄仔所讲到就是讲变数的政治，虽然大家讲啊，咱今日毋是咧讲政治，咱是咧讲变数，但是咱生活当中本来就有大政治甲小政治，大政治就是咱即马讲的即个选举啊，即个政策等等的吼。但是咱讲小政治，就是咱逐工去变数，这就是咱个人甲即个变数之间对话的时间，咱每2点钟都爱去甲伊对话一摆哦。这就是咱身体的实践，甲咱的即个精神，咱对话即个时间，你若是去就着一个变数，这个变数是足无清气的。你过来2点钟，你可能嘛是无讲真欢喜吼。所以咱讲这个政治的本身是足重要，当咱唔通讲去污名化这个咱讲这个政策本身。伊甲咱的这个科技，也是讲这个咱讲这个起大工程是同款重要，因为这就是咱每工拢爱去面对。有影就是伊逐工就是这是基础的建设，我感觉吼，就是讲咱伫个这个过程当中，咱会当看到吼，就是讲这个无性别的变数。伊会当开始去做，就是代表讲咱台湾的这个性别平权已经行到一个抗战嘛。但是咱讲咱家己个人的卫生的政治，为什么袂使来讲？我感觉这就是咱即马真好的时间会使来讨论的哦。一个就是讲各国吼，咱看到无共款的这个变数文化，譬如讲伫个英国，咱看到就是英国的这个，咱讲这个这个头家吼，伊无必要嘛无义务提供你去就医的变数。这是因有伫个即个工作的即个法律内底有工作伦理，因为即个个人的主意较大，所以伫个欧洲有当时你去变数你是爱纳钱的，到今仔日佫是安尼。变数爱纳钱。对啊，但是亲像咱拄仔所讲到，即个穆斯林也是讲伊有无共款，因为对即个宗教的即种政治，所以讲伊也家己用啊足清气的，这就是宗教的政治，伫个即个变数的文化。甚至到咱讲到讲印度，对，真侪所在无变数，无变数。对，因为伊感觉讲变数是无清气的所在，所以讲我无要甲即个文化相接近，这就是无共款的文化，所以这嘛是一种咱讲宗教文化，伊伫个咱的历史的体现。日本的 case 咱拄仔有讲到，吼，就是日本人伊对于家己个人的即个清气的部分，也搁有伊拍开门的迄个时间，吼，伊拍开门的时阵看到后一位使用者，伊家己会感觉歹势，吼，就是讲若是无用清气，日本的即个压力，吼，即个群众压力是真大的，所以伫个遮咱嘛看会足清楚。啊，台湾嘛是一个足新式的 case 哦，咱台湾其实有一个日本的即个学者文化观察家，讲咱台湾也是用一字的即个文化来讲台湾文化，就是超代志的超。咱台湾人做代志拢足紧足快的。啊嘛足 flexible 的，所以咱逐工学讲就变数是一足急性的代志，足紧的吼，紧用的都紧出来，所以有当时拢无准。啊，无准的时阵吼，咱的即个设计就真重要。咱讲设计部分有设计爱去考虑的，使用者有使用者的个性，也佮有伊的民族性，所以咱嘛是爱整个来去考虑。若是讲今仔日咱的即个对话过程当中，即个咱讲即个免治马桶。出现啊，咱是毋是开始咱会改变咱规个整个的即个社会风气？啊，算做一种文化的提醒啦。对，咱来看吼，这其实哦，世界各国，譬如讲伫欧洲吼，本来叫做比例吼，这就是对法文来啊，免治马桶的即个开始的这个雏形啊、元素啊，而且呢，咱来看吼，1943年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因的建筑法内面哦。建筑师你要注意，人伊建筑法内面讲吼，你的变数内面至少要安置一个比例，但是安怎呢？2018年的9月时宣布来取消，所以这个文化吼，还佫会变迁着。吼，讲到这个变迁，日本人咱头讲了真济吼，像TOTO啦，因这Watchlet啦，做了行销全世界4000万套。但是你来看咱台湾新店，吼，做了这个头一个免治马桶，在新竹市吼河城河，结果呢，去用翕到讲啊内面哦，肮脏啊、垃圾啦，无去好好啊处理，
嘿，这是讲拄啊好啦吼，咱也袂当讲伊无好啊处理，就是咱民众的生活水准吼，是譬如讲咱头头老师讲，台湾人呢做代志较凊彩吼，咱讲用巧的，靠弹性吼，这是较好的讲法啦。啊，其实伫加油站，伫中油的加油站内面已经有983座，拢有这个免治马桶，吼。但是这实在用的吼，人伊来讲吼，伊讲吼。初期咧换的时阵吼，民众无习惯啦，吼嘛爱特别的注意了清洁，避免着这个设备来故障着。这个我就来问吼，建筑师，是咱在设计这个便所的时阵，不管是民体也好，还是公共建筑也好，咱头拄咱讲，这个铺咧涂骹的所在，咧材料爱注重啥物代志？咱这个便所吼，因为便所。咱清洁的时阵一定爱有水嘛吼，所以讲这个地砖吼，伊顶悬会有一寡水，啊，所以讲一定爱考虑到伊的下水，吼，爱下水，啊，地砖爱防滑，吼，咱行的袂当滑倒，吼，啊，所以讲咱咱伫建筑的时阵，咱伫使用建材的时阵，就是爱特别考虑这个地砖的防滑性，吼，啊，下水性，啊，过来就是讲迄个规个通风。哦，因为咱便所若拢密闭起来吼，伊的味道是臭味是走袂开的，所以讲即马一寡便所吼，伊顶悬拢尽量还通风吼，啊还有自然的空气能交换，流通吼，啊所以讲对咱便所啊个采光啦吼、通风啦拢有帮助。吼啊，所以讲，即个咱伫咧装修吼，啊，咱伫安装即个便所的时阵，主要就是讲，采光甲通风，啊，个防水防滑，这几项爱去注意。吼啊，当然内底有一寡迄个无障碍的设施吼，无障碍啊，无障碍设施，比如讲扶手，比如讲警铃吼，还是一寡有即个帮助的物件吼，所以讲咱做阵来甲考虑吼，啊，所以规个因为咱不只是迄个便所，其实吼，咱即马疫情足严重的嘛吼，所以防疫吼，所以讲咱徛过要哪防疫啊，便所是一个最重要的所在，但是咱对入大门入来内底吼，即个玄关的所在吼，咱能做一个迄个防疫的一寡设施吼。防治室啦吼，啊是迄个酒精消毒，啊包括咱入来甲咱的客厅有一寡爱烫鞋啊，还是烫外套，啊这拢有一个迄个红外线消毒的一个迄个。有一个 SOP， 有一个流程。有一个鞋柜啊，还是迄个咱的放衫的所在吼。啊，更衣室。更衣室，啊个入来就是讲咱的迄个，咱即马入来了后，就是有一寡，咱尽量莫用手去摸。哦，所以讲咱的把手啦，这部分咱小等请董事长来。咱的把手啦，咱的开关啦，吼，尽量用迄个感应式的，吼，感应式，咱免用手去摸，啊，伊就会开。咱行到迄个所在，就会感应，吼。所以讲，这嘛是一个防疫的一寡考虑，吼。啊，过来就是讲咱的空调，哦，咱的空调，咱的有一寡杀菌的空调，吼，啊是迄个空气的自然的对流。哦，这建筑师若是爱讲到这防疫吼，咱小等过来亲自来讨论哦。我来先问咱董事长吼，在问董事长，我先甲这个王老师来预告哦。我要请王老师来伫线顶等吼。咱先问这个董事长，他昨你有讲过，一般这个民众制造伫便所内面，属伫头一线的清洁人员上讨厌的就是气味。啊，一般民众嘛是真讨厌这个气味啦。啊，这边来。这摆来排除，这在你来看，免治马桶甲这个气味的这个消毒，倒一个较重要咧。哦，你讲气味甲消毒两个都是较重要。在我来讲，当然是拄啊，咱在内面资料有写，怎么样让大家愿意进厕所来？因为它非去不可啊，非去不可，所以你必定你爱先有味先无嘛。啊，这应该是排第一。啊，防疫这个代志是因为你看袂到，啊，是因为这届。咱这个疫情来，大家太紧张了。哦，再怎样讲，哦，咱厕所是差不多3个人内面有1个人防疫，确认是伫厕所来。为什么咱厕所会很容易感染？所以咱拄啊，咱建筑师咧讲免接触，
免接触。厕所是每一个地方都要接触，包括马桶，包括你的洗手迄个卫生纸，包括门，包括水龙头，是不是？所以你看，咱这干洗手会使免碰啊。你那都去碰撞，你那都去一个酒精架啊，底下咧。这是干洗手。啊，这嘛当干洗手，你看这都免。我意思就是讲，有足多物件会当来改善。哦，科技有当倒上。先处理味道的代志，味道臭味的问题。啊，再来就是咱地板拄啊，建筑师讲的安全的代志。即摆当时我上车的吼，就是吼，已经厕所已经完毕啊，结果啊，无卫生纸。对，所以即摆阮伫足侪场所吼，伫咧公共诶，包括这边要解决，即摆已经咧解决。哦，即摆就是用咱现在网络这个 AIoT， 好 ，AIoT 就是物联网这个互联嘛，好，万物可以互联。是。所以面顶有装个感应器，还是迄紫外红外线扫描，还是迄称重计。你这卫生纸到某一个程度，比如讲这卫生纸一捆是300公尺，啊到50的时阵，它就会感应通知咱这个清洁维护人员赶紧去补送。哦，所以这代志这就是当解决。所以免吊免底免烫落去啦。所以先解决这代志比很重要，就尴尬嘛，你。你真冲你个！哦，迄真正是足讨厌，足讨厌代志。我来请教吼，王老师。老师，你伫线顶吼，咱来给你请教。较早吼，我会记得咱中道开讲的时候讲到，讲日本人会当做到这个变数吼，互青眉人看无人，视障的人找无变数。这是安怎讲？伊这个变数吼。查甫的腰会滴对地板都有一个臭味啊，所以这个视障者吼，伊是用鼻味的去找变数，吼，这是真趣味的代志。咱才拄好讲这个变数，因为是迄个卫福部有医生有强调讲吼，你马桶扛起来才去冲，啊，即马咱发现着讲吼，冲水的迄个方，马桶咧冲水的会有4种。一种是迄个高铁的，甲咱的迄个飞机头顶的迄个变数，伊是强力防吸的，所以锁一个甲输咧，袂臭。但是咱较俗的马桶，差不多6000块左右马桶哦，伊是直接用迄个水去灌落去去冲起来了吼，有人调查就讲有6立方公尺的臭水吼，伫这个变数内底啊，所以迄变数会变臭。啊，过来就一种伊是用虹吸象的现象，所以4种的马桶，因为伊有从6000块一直到2、3万的，所以介绍啥济？咱处理的时阵吼，若要友好老爸甲友好是大人，你就爱去买迄较好的吼，安尼的时阵都袂臭。啊，过来是地板吼，伊有一个吸水力吼，袂使伤悬，啊要求伊的吸水力足低，所以伊用迄个拖把吼，切一落起来。阮兜就是用这款的。所以一直都无这个会骨倒啦，会产生这个迄个建筑研究所因有研究一个讲袂骨倒的，啊伊有要求迄个瓷砖公司吼生产迄种袂去甘水啊袂骨倒的迄款的瓷砖，哦，这种已经有啊，这5、6年前拢已经生产了，只是咱袂晓去买安尼尔。所以王老师。咱看起来吼，变数毋若是免治马桶一组，8000块安尼买落去，拆落去就会使。啊，就爱像当时着恁的工，恁的工人，吼，恁的清洁员来处理，啊，就爱建筑师，吼，来讲设计，讲内面的这个地砖，搁爱讲袂当吸水，防滑，吼。吸水力，对。啊，个吸水量吼，止滑的，对哦。吼，啊，就而且哦，咱就透过这个选举来不断来讨论。但是呢，我来想讲，这个变数内面，这个无障碍空间吼，无障碍空间，咱来看日本人哦，日本人因做安怎？因做的吼，在西布亚后做这个透明的工程。啊，这透明的透过这个断电吼，啊变做电子荧幕吼，啊就内面人入去了，门关起来就炸起来吼，啊而且无人的时阵会放光明呢，
当作讲啊，伫公园内面乌麻麻的时阵，互人啊有安全感。哦，人这日本人吼，应甲便所当作是一种文化的议题，你来讨论，而且邀请到知名的这建筑师，吼，比如讲安藤忠雄啦、魏延武啦，人伊来设计，吼，啊真大胆，啊引起话题，大家来重视。台湾敢有这种可能性？我感觉吼，就是亲像我拄仔所讲的吼，咱的执政者吼，也是施政者，爱对咱的公民社会有信心。吼，这是第一点，我所想要补充的吼，就是讲，咱为过去到今嘛吼，过去的女性无投票权，但是咱今嘛有投票权，这是足自然的代志。过去婚姻平权嘛，伫咧台湾也未开始，但是今嘛咱嘛做会到啊。啊，过来，咱做的一个执政者，咱行伫个公民社会的头前。所以老师的意思就是，咱时代已经到了。对，咱即马我感觉讲，咱的即个公民社会，伊已经慢慢啊，即个文明度已经到啊。所以讲吼，若是你，咱甲这3位、4位请来线顶来讨论，就是时间已经到了，就当来好好来进行这代志。有影，也就是讲，咱的即个施政者无，若是讲你要行伫个咱的公民社会头前，你更加爱相信咱台湾的公民社会已经有即个文明度，会当去做啊到。咱唔通就是讲，咱作为一个人民袂晓啦，有即种家长的心态，对，咱讲这都是做垃圾啊，你唔通去做这，咱台湾人做袂到，咱唔通安尼想。咱作为一个执政者，咱来相信咱家己的公民社会，正面思考，对，伊有一个主体性，伊嘛有伊家己会当开始去做调整的一段时间。一种社会学习。对，一种咱讲伫社会学，还是讲主持人的专长的，就是并做下来底，咱定定咧讲到，就是讲咱的即个国家，甲咱的公民社会，爱开始产生一个对话的一寡时间，咱有耐心，毋是你都安尼完全就是讲这咱台湾做袂到，咱真慢慢做。干那要去讨论咱传统的伫咧选举内底一寡政策辩论，譬如讲教育当然是真重要，科技嘛真重要，但是这本来就是咱应该咧做的代志，咱会当搁行搁较大较头前的去传领咱的公民社会，去一寡咱毋捌去过的一寡领域，去做一寡辩论甲对话。我感觉因为一人想不如万人想啊。吼，咱来看吼，新德州的这个新店吼，人伊的古迹吼，嘛是做干的真漂亮吼。这个公共便所吼，台湾嘛是会当做。其实，伫台湾玻璃馆吼，伫江滨工业区内面，差不多10档进前，因就开始做这个变化。但是呢，有的人吼，这趣味门锁吼无锁完，内面看起来是已经是关起来，但是外口还阁看有。吼，这就是社会学习。真侪囡仔，真侪民众啊，囡仔去会去算，开始就认捌讲有这种代志。伫台东以在地文化的题材来改造学校的便所，吼，所以咱还佫真侪工课通做。头仔曾老师也讲到，这是一种文化的这个提倡，吼，在建筑上，吼，咱过去也看，咱过去在学校的便所，我会记我细汉时阵，差不多将近50档吼，学校的这个便所是上可怕，吼，拢是迄个。叫鬼故事发生的所在，吼，蜘蛛网无搭建，内面还佫有千年的物件，黄金就在那里。但是慢慢产生了变化。这一路看起来，这50档吼，我相信建筑师也看在眼内。咱这个未来，吼，咱尤其咱建筑师的观察，在公共建筑顶头，吼，尤其头曾老师也讲，这男性甲女性的。这个比例，有的人讲性别平权唔是机械性的1:1，咱查甫人就较紧啊，查某人就较麻烦嘛，唔是查某人较麻烦，是去上便所较麻烦，歹势，所以这个设计顶头有啥物思考？我感觉咱即马学校的便所啦，以前拢是乌草草，所以讲。即马我嘛做真侪学校的迄个便所的设计啦，所以讲，咱就是讲吼，要重视伊的明亮，然后通风，然后干爽，主要这3项咱注重会加注意起来，咱的便所就变做足清洁的，足空气足好的
他拄啊，迄个咱讲新竹迄个便所啊，伊迄个玻璃吼，玻璃迄个是迄叫一种电控玻璃，是，吼，就是讲你通电的时阵，伊就变雾的，啊无电的时阵，伊就变透明的，嘿，所以讲咱的公用设施哪会用安尼做吼？比如讲一般无人咧用的时阵，啊伊就是透明的嘛吼，安尼内底若有一寡有诶无诶，咱就看会清楚嘛吼。啊，若有人咧用的时阵，啊伊就局部变迄个雾的。哦。所以讲这是一个真有创意呢吼。电控玻璃吼，啊，但是这个电控玻璃即马较贵啦吼。啊，所以讲可能要等一段时间了后吼，啊伊会介绍会较迄咱真期待哦，见到所以当引进来做啊。对，所以讲这个咱的便所若会当明亮、通风、干爽，啊，其实对咱这个便所的文化都改进真多。咱他讲到这日本人吼，创造了这个透明的这个便所，到底是生做啥物款啊？咱来看卖。东京真热热设旧的街仔路，设伫规个透明的公共便所，一间一间五花杂色的玻璃厝，若有正确使用，锁起来时阵，壁会变做雾雾的模式来扎咧。这个机关的设计是互人感觉真深色，吸引袂少民众来试看卖。大家唔通看了无点，这个透明的公共便所是打造台南市美术二馆、甲南投埔里抓到两个建筑大师颁布上新的作品。伊希望改变民众对公共便所暗暗搁臭臭的刻板的印象，创造一个互民众舒适的体验。日本政府甲非营利组织、日本财团主导的公共便所改造计划，甲安定中雄，也有移动方向等等真有名的建筑师合作。普段皆さんがお使いの公共トイレ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あるべき姿なのかというのをもう一度考えていただいて。このザ・東京トイレとかですね、日本だけでなく世界に広がっていく一つのモデルとなれば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不过，这样新型的设计虽然得到袂少正面的评价，不过嘛有民众讲，便所直接看现现实在是无啥好看。嘛有民众烦恼讲，若操作了无好势，恐惊会互看了等等安全相关的问題。多目的トイレを使うことが普段多いんですけど、透明だったら中に誰も不審者がいないっていうのが分かるので、子供だけでも行っておいでっていう感じで外から見守れ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はちょっとそうですね、ありがたいかなとは思います。めっちゃかっこいいけど落ち着かないです。記者綜合報道。咱回到这个现场吼，来首先来请教咱董事長吼，咱看到日本人吼做甲这个便所，我相信恁也有去参观过，甚至是甲因交流过。日本人对着便所的清洁甲维持。因的态度基本上有啥物物件会当来甲照镜，咱会当来学习。啊，这我要讲这代志进前，我先甲恁大家讲这个梦想。我是做了40年这个厕所这个卫浴的文化清洁哈。我一直想说，有一天啊，这厕所就是一个氧吧，你知道氧气的氧吧。在这个忙的这个社会当中，有时间互你来内面坐一碟啊，坐10分钟听唱歌，内面无味。哇！你甲想想，咱厕所的目标是安尼 ，OK， 这毋是做袂到哦。现象德国人已经做到这程度哦。咱这边回到你拄仔问的这问题，在日本这做这厕所这文化，当然你学习的时候是啥物迄？我去有很多的交流，包括公共还是迄个家庭的这个，个老人家的这个卫浴啊，做了很多交流跟参访。那首先让我感动就是说，人伊拢对囡仔都开始培养这个厕所文化，包括维护清洁使用，都啊德国人咧甲消防灾一样，咱台湾咧唔卖使安尼做。咱质疑讲咱台湾的教育这么普遍啊，但对这小孩子要怎样去，除了礼义廉耻的这个部分以外，咱会当甲咱的生活美学进一步来提高。那拄仔老师咧、教授咧讲，咱文化已经走到这个程度。呢，啊，都要往前走。日本朋友吼，安怎教囡仔吼，你水安怎碰起来，对啊，安怎洗面，洗面了后安怎去切家己的手。对，所以所以这第一点就是讲，咱对囡仔教育都开始去教，从家庭到学校的教育。你要知影，咱厕所是代表咱的生活文化的一部分，生活你的美学的一部分。你一定要把厕所当作你是的休闲，不是今仔日处理代志。你若安尼想，咱整个咱的国民的所得啦，迄个水准跟文化都一直提高。那国家在强，不是强在你有船坚炮利，
潜在这些软的文化，使人尊敬我。所以我感觉咱台湾已经到某一个程度，已经到这个程度。但是相信咱的公民社会。但是袂使讲一摆就甲补落去，咱都分层分地方开始，对不？一定要有一个示范嘛。所以对学校、对这个咱的设计师家，还是咱的这清洁管理这些人员，同时一起来，来推广这个。我还是很肯定，政治人物，会当把这切磋议题当做政见，我真是三生有幸啦！我一世人的梦想。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来，咱锁定这个王武力，咱的这个建筑师王老师他在。这个董事长有讲到，伊讲伊的梦想是有一天咱的厕所变做氧吧，伫内面会当休闲，会当呢困一下，甚至讲董事长也讲咱厕所边啊有上好一个洗浴间，一个呼噜间。老师安怎看？老师请讲。我捌去外国嘿。外国因的马桶下面是铺地毯的长毛地毯日本因是用短地毯所以因伫细汉的时候养成讲，因使用马桶的水啥袂使去滴对外口的地板上起来，这伫厝里培养习惯了伊去公共便所，伊嘛足顶真的。所以日本人是讲，如果我若伫这个洗面台头顶流一滴水我一定要切落大家出去，留互下面的人变清气使用，这是教育问题啦。是，然后呢，我阁要请教在这个后疫情的时代，后疫情啦就是即摆 COVID-19 也阁袂唔知影当时会煞，一便所的文化顶头设施顶头，老师你有啥物见解？有啥物建议？这三个候选人，你上好叫因爱做啥物代志？咱即卖疫情的问题，就是卫福部就是有咧建议讲，咱的无障碍厕所袂使设挂，即卖就是卫福部甲营建署因要去商讨看，到底带一个较好用，无因为咱一般的便所的马桶，就头拄仔讲高梯甲飞机头顶的。因的迄个臭气会走出来，咱一般民间的拢会臭，是因为咱用滚架，所以这个滚架的时阵，迄个疫情甲这个毒菌就会蔓延飘散发散。这个问题，即马营建署甲迄卫福部会去商讨较好。我是有比较过，讲头拄仔有4种冲水的方法。是。4种冲水的方式，较好的是较贵啦。若滚架的就差6000块左右啦。咱民间所用的是大家拢要省，就拢用6000块左右的，迄就有差。所以，若要向这个3位候选人来建议应该是建议讲爱买较好的这个免治马桶，甚至是用吸的，和这个气味，这个臭味，甚至这个传染性来降低，是不是安尼讲？老师，这个是伫迄个车站拢做会到。伫车站做，但是场所真侪场所差别，无一定会当做了，对吧？有的场所都较袂习惯去用这款较高级的物件。有的人所以譬如讲他拄仔董事长有讲，就是爱分阶段。慢慢一段一段来做，成绩一个互大家民众呢有这个共识，慢慢这个经验就好处，安尼才有当来推行，是不是安尼讲？是。所以实施的时阵，莫全面实施啦。你就10个内底到2个3个，甲标示讲我这免治马桶，有的人袂习惯伊去做蹲式马桶，才慢慢甲做，因为你免治马桶有一般马桶搁头顶搁加一个免治的迄个盖子，迄就较俗，迄就做出来。迄真简单。你若无爱的时阵，你就去买迄个净下器，净下器就是伫咱边仔遐有一个水管、护士管，有一个喷头，
你用喷的，这就是穆斯林的用的，即款会喷的就是，你若迄个便秘的时阵吼，你冲，伊就会变软，你就袂去有提升啦。这个是日本研究过。好，好，谢谢王老师。那刷了咱来讨论，咱来这个请教这个董事长吼，这个后疫情时代、后疫情时代吼，对你来讲，即马变数文化，你若要建议3位候选人爱从事什么工作？除了免治马桶以外，首先我是来讲，所有的管理从清洁开始，所有的清洁从厕所开始。所以，不管城市的治理，还是公司，还是家庭，你厕所若处理好，你所有的政治什么清明啊，这是我们这一行的人一直在发酵的一个议题。首先，我建议这3个候选人，不管咱台湾，不管咱台北还是各地啦，今日会把这个厕所当做一个议题，首先我已经讲过了，非常非常的感谢跟感恩哈。但是呢，今晚要做啥？你若是用以今摆现主的行情，你今摆把所有厕所拢卡掉空心化，这也不符实际拄仔讲过。无实际啦。有的所在爱，有的所在爱袂当。有些地方因为跟着生活的习惯，跟当地的这些风土人情也哪有关系啦。第二就是讲，你这厕所爱开偌侪钱去管理甲维修，这预算也无共款。你讲爱算出来呢？对啊，台北市较有钱呢，你也去增加都无法度。你看咱为什么中油？迄个马桶的会实施成功，迄免治，因为每天都有人在那边去看守那个厕所，一天24小时，随时都会当去处理，所以因此伊的厕所的清洁跟完整力不会被损害，保护力比较强，不会厕所，因为免治虽然讲这摆较好，但已经足容易歹啦，3天2天就歹去，你就去补，补若停了你都。共堵的堵啦，你有看，是无人去处理，所以你甲管理的方法、甲办法有哪关系？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讲，第一，若是要讲这厕所这议题，我建议是外包，把这原来政府的负担变成是一个福利，伊就甲德国人、甲迄个叫高斯清洁公司共款，人以前的广告行销公司，伊甲厕所当做伊的行销广告，我讲的迄休息地方，你离开我给你收1块啊，但是迄广告的收入。就可以 cover 去维护这个厕所的清洁跟安全，不是讲咱政府直直开钱去做迄个，这个公家的钱嘛，大家拢就是免费的嘛，大家。所以这个议题唔那是预算的问题，是后手的管理跟维护的问题，到管理的问题。你来讲要厕所要清气甲防疫的代志，咱这设施都要做个改善。以前迄个空气哦，厕所的空气是无拄啊，像王老师讲的，就是讲今仔迄设备。迄马桶去改善，空气无法度处理啊，因为弥漫在里面，你要空气永远厕所这是最末端啦，包括你迄通风的设备拢是最末，很难，包括空气空调有些是，所以即摆这空气啊，我即摆你做这讲做这设计这代志，阮是沿迄美国迄关迄个外太空利用的迄个太空船里面半年的空气净化机，你看内面后放后食后困后什么味拢有，他半年。长期在太空船里面这个活动的太空人怎么办？所以伊个空气拢有太空级的，已经有设备可以去净化迄个空气。是。唔免讲一定要今麦马上就去把马桶拆掉所以改善治理，然后该换新那个步骤要重新思考谢谢。这买手我们爱请教这建筑师他都有讲到。变数通常是建筑师或者是建筑设计里面上买手爱考虑的所在吗？还是这个管道管路安怎处理会当来改善这个问题？一个徛家伫设计的时阵吼，变数是真重要的一个部门。中心，因为伊的公路主要是伊的公路的问题吼。你所有水有电的公路，拢爱集中伫迄个变数的周围啦吼。而且通风的部分嘛爱考虑吼。所以讲变数，因为咱即马台北市这个面积每间的面积都比较小吼，所以说要做甲变数用通风，这个是对建设公司来讲是真困难是较困难的部分。但是阮建筑师伫规划时
主要还是要去推广说厕所还是要有自然的通风啦。哦，爱自然的自然的通风，唔是用迄个电的部分来做迄个通风。所以讲，咱伫迄个推动这个徛街的部分吼，除了伊的迄个公共设施了，入来了，咱的便所啊，就是讲咱的便所吼，卫浴设备吼，是这个爱去甲重视啦，重视，对，谢谢。啊，头拄有讲到迄个咱的迄个好酸林好酸林吼，啊，我是希望讲吼，希望因注重这三个议题啦吼。第一个就是讲围绕甲都更，伊的推动吼，因为这真困难吼，一个围绕都更拢爱讲5、20年以上吼。啊，第二个就是讲咱的社会住宅、社会住宅吼，拢是主体啦吼，要广设社会住宅。咱相信哦，对着这个马桶开始哦，应该会慢慢啊来接近这个社会主体的所在。对，就是讲咱的这个便所应该放在社会住宅内底。是。啊，过来就是讲咱的。